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6日，诗篇139篇9节到10节安尼讲：我若天开清早的时，飞到海的极头来徛起。就是伫遐，你的手也要引带我，你的正手也要牵我。三甲来祈祷，用你的手引带阮，搁牵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监察人的心、试验人的总府的上帝。你要照阮逐人所行的，甲阮最代志的结果来报应阮，主啊！你是活水的源头，是阮所毋忘的生命主。今仔其实你的，拢要见效；今仔离开你的，因名要记伫土里，受人看轻。甲吞达，主啊！因为若离开你，阮就袂当做什么。主啊！你对阮的生命拢明了，你对阮的所行拢知影。主啊，我若天开清早的时，飞到海的极头来徛起，就是伫遐，你的手也要引带阮，你的正手也要牵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